Hello，我係放肆羅雲。搽粉底嘅時候出現擦紙膠水，元兇就係你每朝求其搭啲護膚品上面，護膚品都未吸收就已經開始化妝，梗係會有擦紙膠水啦。底妝貼服持久就快啲跟我以下嘅步驟。朝頭早洗面後用保濕型化妝水倒1蚊嘅份量喺手心，雙手推開輕按全面，跟住揀翻啱你膚質嘅精華。朝早我着重保濕抗氧化，呢個一支搞掂晒，一樣手心推開輕按上面。跟住呢個時候呢，我哋要俾啲時間精華吸收，所以我哋要先搽眼霜。最近試咗呢支眼霜，我覺得保濕度剛剛好。搽眼霜盡量唔好掂到上眼皮同埋睫毛嘅位置，喺落遮瑕嘅地方推開，配搭輕拍嘅動作，同埋我強烈推介大家做以下嘅動作。拍嘅時候眼睛向上望，可以幫助鍛煉眼周肌肉冇咁鬆弛。要注意唔好喐到額頭嘅肌肉，如果咪多幾條紋唔關我事啊。搽面霜可以順住皮膚嘅紋路向外推，因為 T 字位最容易出油，我哋將手指有剩嘅份量搽埋就可以。快啲跟住啲步驟試下有冇改善啦！